呢一個香港最新嘅文化地標。去馬灣之前，去大館睇下。今次有呢個細路仔玩嗰啲積木，大館有樂遊戲體驗。呢度係法庭啊，以前未嚟過呢度。呢座法庭係香港最早成立嘅法庭之一，1841年開始用，到1979年先關閉。期間超過300萬人喺度受審。我呢度仲有一路去喎，但係封住咗。但係呢度到嚟下一層又可以，哇！裏邊嗰啲監房應該，但唔俾入去。我見到啦，呢度有得入去。咁樣喎，原來。頭先上面呢度行樓梯落嚟就係呢度嚟嘅。而家監獄操場變咗咁樣啦。好，我哋今日主要行程係去珀麗灣嗰度，去中華碼頭搭船。我哋而家上船啦。哇！呢度見到青馬大橋啊，都超靚。而家已經係夜晚，夜晚就係睇燈飾嘅時間。呢度有個牌寫住步行5分鐘就到呢個馬灣1868嗰度啊！喺度你可以欣賞到色彩繽紛嘅藝術小屋。到啦，呢度有個地圖啊！馬灣1868就喺呢度。以前嘅舊村屋，外牆被本地同國際藝術家改造成色彩繽紛嘅藝術小屋。啲壁畫展現咗馬灣嘅歷史同文化，周圍都係影相同打卡嘅靚位。哇！落到嚟呢度好靚啊！前面好大座青馬大橋啊！
哇！見到啲人爬龍舟喎，呢度。馬灣1868嘅規劃同發展得到政府支持，並且注重環境保護同交流配套，確保發展唔會破壞自然環境同社區特色，為香港旅遊業注入新活力。呢度風景優美嘅深圳人才公園，你可以感受到深圳嘅發展動力同未來希望。人才公園呢度唔單止可以放鬆心情，仲可以感受到呢座城市嘅無限可能。風景超靚，好舒服，放鬆身心嘅好地方。哇！呢隻孔雀好靚啊，好有藝術 feel 啊！哇！原來呢條河都有鴨啊，又有啲鳥喺度。哇！呢個啲花好靚啊，好特別啊，魚圈咁樣嘅喎，哇！超得意。勁靚啊呢度。哇！呢度有得玩沙㗎呢度，好正喺度。隔離呢邊有兒童遊樂場啊！哇！啲細路喺度洗沙。哇！依家啲細路仔真係好幸福啊，有咁多嘢玩啊！呢度簡直係兒童天堂啊！哇！呢度跑到上去，仲要有一上滑梯添。哇！呢條橋好靚啊！哇！好正啊！呢條橋，好多一支支柱喺中間啊！哇！好空曠啊！呢個視野。哦，原來呢度叫星光大道。原來呢度啲鳥呢，又係唔同季節嘅會飛過嚟嘅，有啲鳥係。原來呢度都有濕地啊！我哋行完呢個人才公園之後呢，我哋下一個地方就去歡樂海岸。我哋沿住海邊一直行過去，好長嘅條路。我哋終於行到嚟呢度歡樂海岸啦！
大家想嚟呢個歡樂海岸呢，都可以搭地鐵嘅，叫深圳灣公園站9號線。呢度有個大標誌，歡樂海岸。哇！呢度行入去，成笪地方都係歡樂海岸啊！哇！呢間嘢好有特色啊 ！DJI 嚟嘅呢間嘢係無人機啊 ！DJI Pro 啊！哇！呢度呢啲蘑菇係呢度嘅特色嚟嘅。哇！地圖超大呢度。歡樂海岸以海洋文化為主題，強調生態環保理念，融合創新嘅商業模式。歡樂海岸都好多餐飲選擇。椰子雞上去2樓嗰度。好，上嚟呢間潤園四季，環境都唔錯喎。我有啲醬料區啊，有沙薑、指天椒、蒜蓉香菜。椰子雞煲，因為有個計時器好過癮啊！流沙淥雞時間6分鐘啊！仲有呢啲餸啊，有肥牛啊、菜啊、菇啊啲。好啦，搞掂啦，可以食啦。我啲椰子湯好甜啊！做啲雞。而家有專人幫我哋匹臘味飯啊，一人1碗。啲臘味飯都好好食。啲雞好新鮮，好正，好好食。好，食完飯我哋行去商場嗰邊啊。呢度咁樣。都好大呢個商場。酸奶12蚊杯。哇！呢度有得玩船喎，翠灣遊船碼頭喎。哇！都好貴喎，399，有啲299。半個鐘，哇，都幾大喎條賽道，一直去到裏邊。深圳歡樂海岸經常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同節慶，促進城市文化交流同發展。呢一個景點都值得一嚟。今日條片嚟到呢度，記得訂閱我頻道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